大家好，今日我哋一齊嚟睇下依幅圖。依幅圖叫做世界地圖，係地球嘅平面版，上面會顯示唔同嘅國家。我哋住喺香港，係中國嘅一部分，而香港係中國嘅一個區域。我哋屬於嘅國家叫中國 China。我右手邊就係中國國旗，係紅色底色，左上角有一粒大星，而大星俾4粒星星包住。佢又叫做五星紅旗，而依個就係我哋住緊嘅香港區旗，佢都係紅色做底色，中間有一朵白色嘅洋紫荊花，洋紫荊花係香港嘅市花嚟㗎，而係中國上面嘅係叫俄羅斯 Russia， 佢地基國旗有3隻顏色，白色代表高貴、坦誠、自由，藍色代表忠誠、純潔、信仰，而紅色代表勇氣、慷慨、愛國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日本國旗 Japan， 佢係白色做底色，中間有個紅色圓圈，又名日章旗，太陽嘅旗幟，代表日出之地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英國國旗 United Kingdom， 又稱為米字旗，佢嘅設計融合咗，又代表英格蘭嘅聖喬治十字，代表蘇格蘭嘅聖安德魯十字，以及代表愛爾蘭嘅聖派克夏十字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澳洲國旗 Australia， 喺左上角有個英國國旗，英國國旗下面有粒大型白色七角星，係右手邊就有4粒較大嘅白色七角星與一顆較細嘅白色五角星，代表嘅係太平洋上空嘅南十字星座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法國國旗 France， 係從左至右嘅藍白紅3色垂直排列嘅旗幟，象徵住自由、平等同埋博愛嘅精神。藍色象徵聖馬登長跑嘅顏色，白色紀念聖女貞德，紅色則源自聖但尼嘅軍旗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 Germany 德國國旗，由黑、紅、金3色組成，呢啲顏色象徵住自由同埋統一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 Brazil 巴西，底色係為綠色，中間有一個黃色嘅菱形，而菱形內有一個藍色球體，球體上有27顆星星同一條白色嘅絲帶，絲帶上寫住 Autumn e Progresso。 而係我右手邊嘅係 America 美國，從紅色開始，由相同寬度嘅7條紅色條紋同6條白色條紋交替組成。左上角仲有一個包含咗50粒白色小五角星嘅藍色長方形，50顆小星代表咗美國嘅50個州，而13條間紋則象徵住美國最早建國嘅時嘅13個殖民地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 Canada 加拿大國旗，又稱楓葉旗 Maple Leaf， 底色係紅色，中間鑲嵌白色方格，白色方角上有一片11個頂點嘅紅楓葉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台灣，台灣國旗又稱青天白日滿地紅旗。台灣係香港嘅右邊，佢4面環海，紅底，左上角青天白日，藍色象徵光明純潔與自由，白色代表坦白無私與平等，紅色象徵博愛與犧牲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 Spain 西班牙國旗，又稱血與金，紅色係鬥牛士嘅鮮血，而黃色則係鬥牛場泥土嘅顏色，中間嘅黃色上面有西班牙國徽。而係我右手邊嘅係 South Korea 南韓國旗，又稱太極旗，白色代表住大地，中間藍色同紅色嘅太極兩儀分別代表住陰陽，左上角嘅干代表住天、春、冬、人，右下角嘅坤代表住地、秋、西、二，右上角嘅坎代表住水、東、北、至，左下角嘅離代表住火、夏、南、禮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認識咗好多唔同國家嘅國旗，而國旗係國家最重要、最具象徵性嘅標誌之一，用途廣泛。而家你哋可以喺工作紙上面配對返相關國旗圖案同埋名稱啦。Let's go！